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力居音響嘅 Jackie。嗱，身邊呢一對咧就係 Wilson Bennett Revolution 30，一對非常之重磅嘅落地箱。咁我哋推動呢一對 Revolution 30咧，係用咗美國柏斯嘅單聲道後級 XA 100.8。咁雖然佢淨係得100瓦，但係佢係100瓦嘅純甲類，以100瓦純甲類去推動呢一對金瓷落地箱咧。喺現場聽到，無論係速度啦、能量咧、分析力咧，都非常之好嘅。咁搭配嘅前級咧，我哋用咗美國柏斯兩分體嘅 XP22前級。咁除此之外咧，線材我哋係相當重磅嘅。首先喇叭線咧係用咗 Kimba 嘅旗艦同埋次旗艦兩款精選系列嘅喇叭線，6068同埋6065。咁佢哋有咩分別咧？一款咧就係純銀，一款咧就係銅銀編織嘅喇叭線。咁純銀咧，我哋行呢個低音。銅加銀咧行中高音，咁點解要咁玩呢？就因為純銀咧可以令到呢對喇叭有更加好嘅速度啦，同埋有更加好嘅分析力。當然咧，動態亦都係相當之強勁嘅。而銅加銀嘅喇叭線咧，既可以有純銀嘅分析力啦，亦都有銅嘅呢一個韻味同埋中頻嘅厚度。咁所以我哋現場聽到呢對喇叭咧係非常之有音樂感嘅。仲有啊！喺連接呢一個 CD 到前級、前級到後級嘅信號線咧，我哋係用咗兩條 Kimba Cable 最新嘅 Neo 旗艦信號線。咁其中一條咧就係純銀嘅，呢個價值超過30萬。我哋咧就用咗喺前級到後級。咁而 CD 到前級咧就係銅銀混合嘅信號線。要想聽到最佳嘅美國柏斯效果，記得選簽名版啦。